我哋日日購其實就係你哋嘅街坊補給站。我哋最受歡迎嘅產品絕對係我哋自家出產嘅紙品，用過都話翻唔到轉頭。其次就係啲背心袋同埋垃圾袋啦，承重力同質量都係一流㗎。加上我哋嘅價錢夠貼地，所以好多客人都專程嚟入貨㗎。抽紙、廚房紙，仲有背心袋、垃圾袋，由生產到賣俾客一條龍。另外呢，我哋仲有好多日本直送嘅洗衣液、柔順劑同消毒水。因為係自家生產，貨源穩定，成本呢可以控制得更好。我哋嘅宗旨好簡單，就係薄利多銷，將最大嘅優惠直接俾翻客人，保證係最抵嘅街坊價。街坊客呢會嚟買日常用品，附近返工嘅朋友仔呢會過嚟買嘢飲啦。放學時間呢都會有啲學生過嚟買下文具。餐廳、寫字樓、補習社都係我哋嘅熟客仔嚟㗎，成效非常好呀！而家咩都加價，有個95折，真係幫到客人慳到多少，大家都好開心。最大挑戰當然係來貨成本不斷咁升，所以要不斷揾更多平靚正嘅產品推薦俾大家。街坊咁支持，幾辛苦都值得嘅，成為更多街坊嘅首選超市。希望可以喺更多區開分店，等更多嘅人方便買到我哋嘅產品。